我諗今次施政報告一如既往呢個覆蓋面都相當闊，咁我想聚焦翻喺幾點咧，即係我一路都推動，亦都係今次施政報告咧都切合咗我一路建議嘅大方向咧。最主要咧，其實睇到北都咧係今次施政報告係即係佔個比重咧都相當大啦。嗱，產業帶動基建先行咧，其實北都發展嘅重點咧，始終都係產業要落地。而施政報告相關嘅篇幅咧，我自己覺得係切中要害嘅。嗱，除咗用邊建設邊進駐嘅理念去加快發展相對成熟嘅河套區嘅給企業嗰個速度之外咧，亦都喺決策同執行體制上邊咧落咗唔少功夫啦，可以咁講。就嘗試利用3個專組去處理跨部門同跨局嘅決策嘅一啲嘅障礙。嗱，呢啲嘅方式咧，其實唔單止係針對加快基建同埋收地啊，呢啲拆牆鬆綁嘅工作嚇，我哋都推動咗好耐㗎啦嚇，亦都政府一路喺度做緊相關嘅工作啦。咁但係今次咧更加清晰個方向，但係最重要都係回應咗唔同產業或者企業嘅需要咧，可以做到統合嘅決策。因為始終咧你加快咗基建而啲產業落唔到地咧，都係冇用嘅。而吸引產業落地，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考慮咧，始終都係一個政策嗰個吸引力嗰方面咧。施政報告提到咧，由財政司司長負責制定嘅優惠政策包咧，正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填補咗以往咧嗰個政策嘅空白。咁當然咧細節就有待司長去公佈啦。不過無論點推到咧，北都整體嘅發展咧，始終係需要時間。施政報告亦都提到咧，可以加快即係加呢個推進咧，呢個檢討咧就係現有啲工業樓嗰個利用。咁我自己覺得需要係加快檢討嚇，令到咧即係睇下點樣可以對接得到咧有意落戶喺香港嘅創科產業啊，睇睇佢哋適用性係點樣樣。而另外一方面咧，就其實咧但唔少嘅社區都擔心，會唔會北都嘅發展需要咧吸晒所有資金？嗱，咁今次咧，其實喺原定嘅1200億嘅基建開支以外咧，再加碼300億。嗱，呢300億咧，我自己估計咧，應該有唔少期待社區期待已久嘅項目咧，係可以咧係覆蓋得到嚇，咁啊舒緩到嘅社區壓力，亦都會幫到嘅建造界啦。最後咧就一點咧就係市區重建咧都有2個突破，其實最主要咧就容許跨區地積轉移，甚至咧就轉為金額可以作為咧俾地價用嘅呢咁嘅概念。咁仍然係啦，呢啲相關細節咧都係需要繼續跟進去探討。咁我諗資訊係少不了嘅，多謝各位。